到生同死，回望感覺打入味，為究竟為何刻意去迴避？如萬一有緣你明白今世是場偶遇，還是始終掛念，始終愛着你。風花雪月間，沿途有着時限，飛花有如畫，等待觀賞的説法。此刻剎那晚，面前輕飄碎花，會把心事上連接返，回頭都總不是嗎？有着時限，傷感有用嗎？限時觀賞的説法。此刻燦爛嗎？盡情將心意交託得好時間，無再玩，未來都衷心期盼，平淡的是日光。明白失去，卻又抱着期待的心，將會遇上一顆心，像你。